首先，我想我们几乎每个礼拜都有在这边强调这个对陆生的受教权的重视。我想国台办恐怕不太了解我们整体对陆生在因为疫情期间，那么没办法回来，我们提出了许多安心学习的各种辅导措施。我想由于疫情仍然非常的严峻，为避免人员移动这个疫情扩散传播疫情的风险，对于陆生各项的管理措施呢，是以防疫作为优先考量。那有关陆生返台的时程，也会由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考量整体的疫情，并做专业的判断评估来决定。那由于全球的疫情持续扩散，那么指挥中心在19号也限制所有非本国籍的人士入境。那么政府非常关心这个受到疫情影响无法返台就学的陆生。那主管机关教育部日前也定出了安心就学的措施，以保障陆生的受教权。目前各校也纷纷推出各种远距教学的服务，来协助无法到校上课的同学们能够继续学习。那么各个学校也提出了形形色色的数位教学平台，以及远距教学上课这些各种不同的课程。那么考量部分的陆生可能要做毕业前的各项准备，会有不同的特殊的情形跟需求。我们也建议有遭遇到困难的陆生，可以跟他所属的学校来联系。那么如果也可以向陆委会跟海基会来反映，我们一定会协同教育部以及各个学校，尽力来协助提供各种解决的办法，来保障我们陆生的就学权益。谢谢。